行入街角嗰間你最常幫襯嘅百年老湯麵館，因驚嘅熱氣之中，老闆娘正熟練擔喺灶頭前忙碌，一套動作行雲流水，麵條落鑊，沸水翻騰，暢快撈起。緊接住佢擰過身喺冰櫃度抽一把真空包裝袋，咔嚓一勾剪，將條凍到硬邦邦嘅肥腸直接掟入紅油碗度，再淋上一勺滾燙嘅麵湯。成個過程呢，唔超過60秒。一碗打住匠心萬涯秘製配方口號嘅招牌肥腸麵就啖端到你面前，你津津有味啖食住，覺得呢個湯頭順口，肥腸入味。但你可能永遠都唔會知呢碗標價20蚊嘅麵，真實嘅食材成本只有區區3蚊。老闆含淚賺走嘅17蚊利潤背後，隱藏住一個正喺度瘋狂擴張嘅萬億級預製菜帝國，以及一場針對全體消費者調真嘅脫敏實驗。曾幾何時，麵館係城市裏邊最具人情味同煙火氣嘅地方。我哋睇住師傅揉麵、醒麵、拉麵，睇住大鐵鑊裏面翻滾嘅牛骨湯，嗰種視覺同嗅覺嘅雙重衝擊，令人覺得呢碗麵係活生生嘅。但而家你去好多連鎖麵館，甚至係街頭嘅網紅小店，會發現一種詭異嘅穩定。同一款麵嘅味道，直情係一模一樣，穩定到令人覺得唔真實。原因好簡單。而家好多麵館裏邊真正即叫即做嘅，可能只有嗰一紮麵條同鑊裏邊順手掟入去嘅2條青菜，其餘嗰啲決定靈魂嘅關鍵嘢，澆頭、滷汁、湯底，甚至連肉素子，全部都係由中央廚房提前做定嘅預製菜。喺呢種加盟配送模式之下，麵館已經徹底告別咗傳統廚房。冇燃氣灶，冇大鑊大小，只有一部微波爐、一個煲水爐同埋一把無堅不摧嘅周剪。每日清晨，冷鏈車會將一袋袋按份量分裝好嘅紅燒牛肉、老肥腸、酸菜肉絲送到鋪頭。顧客點咗單，俾咗錢，店員先會將冷藏嘅料理包攞出嚟加熱。呢度邊度係煮飯？呢度分明就係大型嘅公仔麵當場沖泡，剝開包裝、加熱、裝碗。呢個流程同我哋喺屋企煮一碗方便麵有咩本質區別？我哋花20蚊去麵館，到底食嘅係咩？食麵條，自己喺屋企亦能煮。食味道嗰個味道，不過係遠方某個無菌工廠流水線上面嘅統一調味。難怪我哋而家去唔同嘅鋪頭，食下總有一種似曾相識嘅感覺。以前仲以為係天下廚師英雄所見略同，而家先恍然大悟，原來大家進嘅係同一個廠家嘅貨。點解預製菜能喺餐飲業但瘋狂地擴張，甚至令到嗰啲學廚10年嘅大師傅如今淪落到唔俾刀工，只能俾拆包速度？答案永遠藏喺利潤分配嘅每一個環節裏邊。從生產端嚟睇，預製菜工廠通過極致嘅規模化生產，將成本壓低到令人髮指嘅程度。一份紅燒肉澆頭，大宗採購嘅原料成本可能只有1蚊5個，加上包裝、冷鏈運輸，出廠價亦唔會超過3蚊。但係到咗餐館老闆手裏，呢份澆頭配上幾毫子嘅麵條，轉手就能賣到15到20蚊。毛利率高達80%以上。對比傳統餐飲，呢種模式嘅優勢太具有顛覆性啦。第一，唔需要聘請高薪大廚，一個熟練嘅炒菜師傅月薪至少7-8千，而家隨便招個零經驗嘅阿嬸，培訓半日咧就能上崗。第二，基本上冇食材損耗，傳統餐廳每日買餸備餸，損耗率高達15%。而料理包只要唔撕開，放冰櫃裏面幾個月都唔壞。第三，極大地節省咗租金同裝修成本，唔需要安裝喐啲就幾萬蚊嘅昂貴食肆抽油煙設備，唔需要嚴格嘅環保審批。原本需要200平米嘅門店，而家50平米就夠晒啦。
慳出嚟嘅廚房空間仲能夠多擺幾張台接待客人。更關鍵嘅係預製菜令連鎖品牌嘅擴張變得極其容易。中央廚房統一配送，加盟商只需要做無腦加熱嘅動作。呢套標準化模式令到無數餐飲品牌喺短短幾年內就能開出數千間分店，靠住收加盟費同埋賣料包迅速回籠資金，賺到盆滿缽滿。當效率壓倒一切，當利潤吞噬傳統呢場資本嘅狂歡，代價卻係我哋消費者調收上面嗰點可憐嘅知情權，以及漸漸失去靈魂嘅飲食文化。如果你以為用預製菜嘅老闆們都發咗財，咁就大錯特錯啦。一個殘酷嘅事實正浮出水面，大部分預製麵館其實根本唔賺錢。點解？因為極度嘅同質化。當成條街上邊嘅5間麵館用嘅都係同一個供應鏈嘅湯底，大同小異嘅澆頭時，你嘅產品就失去咗任何溢價能力。喺消費者眼裏，你家嘅招牌面同隔籬鄰舍家嘅特價面，區別只在於裝面嘅碗同包裝袋上面嘅品牌唔同。既然味道都一樣，咁就只能拼價格。你賣20，我就賣18；你發8折優惠券，我就搞買1送1。喺慘烈嘅價格戰之下，大家嘅毛利率一齊跌破30%，扣除高昂嘅租金、水電、人工，最後一算賬，淨利潤趨近於零。呢個就係預製菜賽道嘅宿命。佢嘅核心競爭力係快同平，但快有上限，平卻冇下限。當賽道擠滿咗手持微波爐嘅玩家，利潤就會被無限攤薄。呢度係一場冇贏家嘅內卷。喺預製菜洪流嘅衝擊下，真正嘅手工現炒麵館反而迎嚟咗意外嘅生機，甚至成為咗餐飲界嘅奢侈品。請注意，呢度講嘅奢侈唔係價格高不可攀，而係體驗嘅奢侈同人情味嘅奢侈。為咗做好一鑊澆頭，重慶小麵嘅老闆們依然堅持凌晨3、4點起身，開始炒肉醬、洗肥腸、燉排骨。為咗做一碗地道嘅灣澤麵，老闆會提前幾個鐘頭泡發豌豆，加入豬油上鑊慢蒸，直到表面唔破，一年就碎。嗰種起沙嘅軟爛口感，係任何流水線上面嘅工業豌豆醬都無法比擬嘅。現炒澆頭代表住新鮮，代表住獨一無二嘅鑊氣。呢種體驗，料理包永遠無法替代。因此，佢哋擁有咗定價權㗎嘛。一間主打現炒澆頭嘅平民飯館，人均消費45蚊，比周邊嘅預製連鎖麵館貴咗將近1倍。每到飯點，門口排起長龍，高峰期食一碗麵要等30分鐘。但係就係淡嘅鋪頭，每日翻台率能夠做到10次以上，老闆嘅淨利潤能維持喺20%以上。一間60平米嘅小店，一個月淨賺幾萬蚊。現炒麵館嘅邏輯唔拼數量，拼質量。佢哋可能店面唔大，位置唔一定喺核心商圈，但顧客黏性極高，復購率驚人。喺未來，呢種充滿人情味同煙火氣嘅小店將會越嚟越稀缺，成為我哋對傳統美食最後嘅慰藉。不管你願唔願意承認，預製菜已經強勢入侵咗我哋生活嘅每一個角落。客觀淡講，預製菜本身並唔係洪水猛獸，佢係食品工業發展、冷鏈技術進步同快節奏社會嘅必然產物。佢喺特定嘅場景下，比如高鐵航空餐、大型團餐、便利店快餐中，有住不可替代嘅存在價值。佢比傳統烹飪節省時間，某種程度上，大廠規範生產嘅預製菜可能比一啲衛生堪憂嘅平民飯館更乾淨。咁樣，我哋到底喺度憤怒啲咩？我哋抗拒嘅其實從來唔係預製菜本身，而係欺騙。問題唔在於用唔用，而在於有冇講清楚。如果你一開始就喺菜單上面明白白咁標注本店採用優質半成品加熱，價格亦都公道合理，
相信好多趕時間嘅人依然會欣然買單。但如果你一邊將幾蚊嘅料理包掟入微波爐，一邊卻喺招牌上打住老火慢熬骨湯，古法秘製鮮炒嘅旗號，賣住現做菜嘅高價，呢種行為咧就唔再係商業模式嘅創新，而係一場徹頭徹尾嘅針對消費者信任嘅無恥收割。呢個就好似你花高價去買一杯現榨純果汁，飲到一半卻發現係劣質濃縮糖漿配水，哪怕佢飲唔死人，心裏邊嘅啤鬱同反胃亦係無法平息嘅。未來嘅餐飲必然會走向兩極分化，一端係極致效率嘅預製菜快餐，明碼標價解決溫飽；另一端係極致體驗嘅手工現炒，提供情緒價值與飲食文化。作為消費者，我哋有權利要求透明，有權利知道自己吞落去嘅每一口食物究竟係廚師傾注嘅心血，還是冰冷流水線上面嘅工業代碼。將選擇權交還俾食客，先係呢個行業能健康活下去嘅唯一底線。